听听细说。扶送金阳冈最大幕后，弟兄相为追摸鱼缸。辅导让随便那分享这个为当后应用，就是自家个好兄弟心里向那非靠啊。至于林子扶送到屋里向绑队潘经理束手抽风，而且凶手身经后意，也屡扶送带过了屋里向。这始终扶送时的阿哥窝里了。个阿三潘经理的心里想说不出个特别高兴啊，佛是真罪的，每天把扶送洗衣烧饭铺上叠壁，你扶送7万个辰光，潘经理坐下来边上看下扶送我，再看见扶送我的为天上一看了，眼睛拿自家饭碗一放，不过去帮扶送添饭，各种罪的。那么最糊涂了吃我呢，把妻子你自家神等我发达高来了。一开始就不够你，想多口口阿说，但是辰光一长了，光口已经不够你一个字。再喊你打算两家头单独面对面讲讲，可惜不机会啊！哎，今朝吃着冬至，大些纷飞。扶送临醉之地，大狗讲啥狗啊？实干头个事，实干两个天，外头也不好生意，你得非要出7个字，屋里向歇歇吧。说啥啥，你都买点醉菜，我夜里走来，想大狗两家头面对面吃醉，饮醉相后，我为得早走来。潘经理是开心啊，那么几位来着，今朝嘛。还得说说喊喊这呆呆子，所以我辅导让大发开三后岗登记杀驴拍分第1支，箱子盖一开，粗挂细心的下队上身秋红杀戮，河驴后岗边浪下一揉，等叔叔走来，这可见后岗里向漏后涌涌，酒里向蒸汽等等，那叔叔为不周家，哎呀，真是动人心弦。哎，啥地里听见外头山地里向脚步声，是，欲有二人来着，叔叔来着哇，嚯！这可是呼吸急促，心跳高快，血压上升，也想过来开门，只听见外头脚步声，嘘，4斤2油，原来是个工农人，一场事腿他不差，真正8、7斤。那说是为不走呢？收辰光嘛，大概谁要走快走？这个，让我开出门来看看吧。所以追过来，不干。门手气特忙正边浪向盖一盖，也想开门，用不上来开着。我这个西北风就给我抖得来，爸爸，两手门吃开，呼咻，吃得个潘经理眼睛在张不开。好不容易定一定神，被外头一口嘛。今朝落个是牛毛大喜，忙出去一批人渣，洗吧。哎，这可见洗吧，自然家口一个人，毛些冲锋，打死二人，杀人，44万。哦哟，等至半夜。总是不能等啥子？兄，好冷的天哪！说风推石滚，路上少我阴声，披地思人庄，欧阳怕飞等安抚。
富二人，这大的风险，赵氏归家与狗狗围炉靠后，引致小孩哟。走！这可见哎，咱们那个蜡烛火光会得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啊，叔叔，等的女婿哈口哦！福松一吓得亮，那水喊了门开，门哪开，怪不得蜡烛火光都越来越亮，越来越亮。嫂嫂，这样冷的天，难道在门水等候狗狗不成吗？是的，是的，等到阿狗这个发痴在等你呀！你等错人了，孩子，那等我呢？跟我哪依得过你？哎，嫂嫂，我儿哪里生水得了？嫂嫂，未必冷的快些进去。我对这个冷风这个的要吃化身体的是进去，快点进去吧。哦，行啊，少姐，这两句闲话就会体贴了嘿。上铺我撒拉药，双风个药，我对那个撒进去吧。大大里向，有叔叔来比来吧。是，扶送大进门，第二就是门关上国手啥天手，石岗头个风不守门3个风关。对自家身上的手这个鞋子一看是嗨呀，一般已经78个字啊，两旁边个肩膀上随是的血，怎么的看下我来吧，我这个鞋子一推，晃晃，大字一推，潘经理动作这么加快了，眼睛进来，又叔叔抽的须子逮捕，你倒不怕冷么？心里想发大誓意，这个种这个了，扶送不入关。对嫂嫂妈妈，你虽然是我嫂嫂，我是先生，我毕竟不是先女。而是我石岗的我人脱衣裳不为了，为奶奶帮忙了。对你看看，我睡到屋里向个3个这个了，这会有点狗子头。不过再想受了，毕竟是嫂嫂，还是要尊重你。再仔细一看啊，哎，奇怪了。那我的金在身上像秋红扎落，面孔上拍粉底子，这样漂亮，做啥家？潘经理还觉着个呀，叔叔盯了自家身上向的老口，开心啊！今朝个的本地总收分把握。啊，叔叔，是，这是你送予我的衣料，可好看么？嫂嫂，狗狗你。哎，那门上去罗文个家，那么我问个句闲话，我总大子那位的是，哦哟漂亮个，咋让你身上么高你漂亮？等那个句闲话个呀，弄到狗狗身上向，嘿，弟兄感情么实在好，买兵去了啊，买兵去了。哎，嫂嫂，想今日妇儿出门之时，曾这样对狗狗一讲，我是狗狗，这样大的事，这样冷的天，与我好买卖怎么与买兵去了？他也不懂得什么人情的咯。哎，嫂嫂，并非妇儿责怪于你，你后不走我来。哎，叔叔，你是他的兄弟，难道你家兄长那个规避去，你为不晓得？非来没有女婿。我今朝他个蚊子，还我有道理个，跟我大人呀，哪拉得了你呢？你也罢，根本拿不了你这个。哎呀，今朝还我好像狗子头，分量送着点子，根本的干打上这后吧，嫂嫂。妇儿丑陋，一女之间冒犯嫂嫂，违反事恶罪。呀，叔叔就是个点哈，知错是改，马上打招呼。哟，叔叔，何出此意？请坐啊！不，狗狗不在家，妇儿招人兄长。翠妹，哎，叔叔，女婿准备了阳刚美酒，怎么你费手
我请你家公公是要回来的，你是要出来的呀。现在你出去行李，等些你出来不赶紧来，再出去行李，那是好在。都弟兄两高头了，往山头里向堆来堆去，也不是堆疯了。收下，收嘞。那么把你砸了个是白发头个怎么？再想阿三话还是有点道理的。根本再受不着了。武松手顶下来的台面上一口是嚯哟，搿只最是今朝风尘的不得了，比浪像后缸里的后一样啊！呀，啥天？那我的内夫肉问你，是不是啊？你亲那手，追梦不去嘛？女杀歌手脸，对面对手顶，开心呀！补补去嘛，补子2个洞个着，今咱们总算补上这个一日天灾。那么补，那么扶手拿你，受那个凳子上对神的，今朝心两比例的在讲闲话。为什么扶手心里清爽？搿潘经理再欢喜的自家讲讲，搿有啥讲头呢？现在讲没办法说不定我的，因此自家心恨不得马上勾到外头，我也搞不清楚来呀。跟你两个就唔陪我呀，受了边上没尴尬，咁哪里看后吧，就身体大一点屁，后缸那个后子越来越痒，个后光飞上来，这的无数个面色是更加红润了。潘经理2只眼睛大啥子盯来呢，缩缩了两口，哦哟，缩缩实的好看啊，英姿气概。我只有脑袋水里，蒸入2杯酒，上头一顿打，拿起酒杯，啊，叔叔，女婿敬酒一杯，请叔叔给了。这还应付应付，多谢嫂嫂。叔叔非但是当好英雄，吃酒也是英雄。那可一饮而尽，怎么的一杯？哟，叔叔，女婿斟一杯，神双醉。哎，我有骨头了嘿，那刚刚接个你，没办法，多谢嫂嫂，干了呀，阿姨。真在我花过去的林子那才稳不回应个家，我这个一句闲话是有不知了还，神上就一语上关，那叔叔不知林子个家，有点没个家。别个想想瓜难瓜，理解啥了？叫扶松呀，松什么是没头呀？一样一样写在鸡蛋里碗里。哟，叔叔，请用菜呀。是俺种引进这来了，今朝扶送，这不大不适宜。心里想美人啊，哟，太认真，出真言相老，这位嫂嫂心声。莫探讨，预备了飞逆的罪，在东阳高，看后为楼把黑衣笑，门外是写的遍体黑。
人都是把路后跳。听门外播风号，几队大戏飘，狗狗是马色冲锋把炊饼挑，我是水手真知心根叫叔叔亲我恨不能出门乡，把狗狗找，这的人是心头把你追焦。自家会在自家胆子大的快点讲吧，再并我去舞头浪走来也讲不及位子。对，啊，叔叔，女婿一句话儿不计讲的么？我晓得你白月闲话也讲，搿平常我大哥里向配的辰光，你再欢喜了比浪向插旗。这个性格毛病附送是清清爽爽，根本哪你也讲的，我讲你非讲，你非叫我非听，到底讲不过去噶，稍稍要尊重你个，就想这个浪向附送内作之心，嫂嫂，欲话请讲不妨。听说叔叔在衙门之中押了一个没差的女子，非这口女妓是非呀？什么的？又是暗中事体个，嫂嫂，此话哪里听来的？那这笔话不是的呀。什么呢？王不讲啊！你言话内好听啊！一个老太婆叫扶我不足呀！啊，比那辰光收银封地牙后头有一家子的丫丫来时，你还听你言话？你听这言话，你离我的鱼的口头了还来？嫂嫂，素来之意岂能作证？根据王公的说话，你需要信的。啊，谁知说来，叔叔乃是真精神。妇儿送不与女娘讲话。那么这么与侬是话的你？哪把你问得出来？你们自家人呀，你是嫂嫂呀，嫂嫂呀。哦哟，个啥是提到心里想的嘞。那么可以一归正手。有了。今朝太一个字，离我来真本开场有了。我再听你讲下去了，嫂嫂。你又say什么？叔叔，你可记下，那怎样与你家狗狗配成一对有儿的？这叔叔啦。
穿上来，啥个闲话啊？哦，与我阿哥内口为反起讲的，你我的为一个还合适啊？我阿哥啥呢？你个面孔虽然不好看，你个良心较好，你个替我世界少有个终于了这个好人啊！你讲的你还吹了哦，个为这样强，你有想法和模特里两声，不过这一想，没，你毕竟是我叔叔金融里的，看了阿哥面了，为啥难气的呀？所以想这个让护送心里好，根本呢不睬你。身体再大的皮，本来人皮，再这过来个人讲你皮个子，百姓那对准判经理，啥个意思呢？那个闲话我真正听不进，你等我少说两声。哎，真这个判经理，就是为了领错个女的呀，领不清呀，一看嘛，哦哟，叔叔没听得进来嘿，你看呀，对神大子让他侧耳倾听喂。哎，叔叔。你看看呀，你这个一对夫妻是男的对来女的干，这一对夫妻一去呢，夫妻们也配个呀！你看看，你个对夫妻也配的。一个一生一世的嘞，我一直拉有呀。不过现在啊，我倒不有在，啥体嘛，因为鱼子来了呀。自从你大好遇见。看见的叔叔，我简直爱特着呀！我啥子个双眼睛，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叔叔这样漂亮的男人呀！你气魄勇为。眼睛玻璃上看出来，那叔叔是当之无愧的英勇，我呢有口交杯的美人，是孤单英勇英语美神配是真内后，你却杀狗以内手，我家两个虽然不爱，原来你原来的婚姻太后头，这样的夫妻是很杀脸。No。嫂嫂，你醉了么？伢子吃醉了孩子，听得个让父说我后悔咳得了个，是个这副老日里个离我的闲话为人难听啊！那讲多了是刚中闲话，讲一声你俺吃醉，你是个今朝拎得清，我但是吃醉子，根本算了。再有之意，不作为真，卡特不说。看见你会得爱特呀！自个偷偷不记了老讲，啥啥的里叔叔讲这样一句说，哎，叔叔，莫非你喝醉了么？刚刚
好为笑嘻嘻没客气，说个面孔10倍10倍的叫，最吃在这个人才会得这样非礼勿视，而是你吃在这叫。妇儿总是最罪，但是我这双眼还看得清你是我的嫂嫂。哎呀，潘经理哥哥一来难为人啊！夫人呢，人家弄不大清爽了嘿。嫂嫂，你信了么？今朝附送哈，第一句呢再了么，第二句呢也信了。我今朝总归当你吃这嘴，你诚心把那潘经理活一个代价。潘经理现在没明白着，少天叔叔为的关好，刚刚我闲话太过分子呀，讲里多阿狗去难看啊！你都弟兄固定就好的嘞，所以让他发红着玩。我又还在想想，自家还是趁势落bom吧，非要等一些真的弄得唔起相子，可是今年哪种人家？对。所以自家门前搿只嘴巴打拿起来，踏上一步。哟，叔叔，方才女婿10万之中，得罪了你家哥哥，为望叔叔血眼生气。那，许见女婿敬这一杯，请叔叔给了。那么胡说随便那我服了个子。你听听看，闲话当中哈，在那亲善讲自家发哈，那个行动也要轻啊！你分明了贴对我，如果再不努力学日，搿留下来最要送在我举报里夸个子，搿附送实在叫人无可忍耐，无可奈。搿么呢，今朝把地里面对搭搭，所以想得给浪子，嫂嫂，你闻说了？哎呀，是一种扑啦！杯子落地，叔叔你嫂嫂，俺妇儿对待狗狗井水父母，你却如此对待于他。今生俺妇儿原谅你嫂嫂，倘是谁你再这样说骂狗狗，俺妇儿生得你嫂嫂，俺妇儿的军队却生不得你嫂嫂。哦。附送怒不可闻，离开我理想，细说到此结束。